另外来关心的是，台南关电的有4口天然气，今年是因为矿业发修正，所以针对着关电力也有量电力，一个人会当分到1,400块的回馈金。也毋过呢，这是互其他里民食不满，认为讲这发放的范围是无够公平的。也那中油是回应讲，这管线的界定会搁招地方甲中央做伙来参详。 透早一个民众到关电区量分理活动中心讨论，主要因为今年矿业法修正了后，历经关电区头摆针对关电力、量电力4141个里民，每一个人会当摕到1,400块的回馈金。不过这煞引起其他里的不满，认为量分理、东西庄里等4个里冇影响到，嘛通加入回馈的范围，引起地方讨论。这天然气的管线有通过我们农本，所以呢，我们是要争取，以我们农本为主，但是委员是说，都是周围4个里通通要纳入回馈了。关电区量电里长讲，天然气管线经过里，也这回馈金合情合理。因认为其他里若要争取，应该爱看中油敢有经费，伊无希望到时因为逐里拢争取，地区回馈金煞求水，造成无公平。其他的里要争取的人嘛有，安尼是上好，但是原则上。 原则上就是阮农电者至少爱保持今年度发放的1,400块。有民代12召开会议，认为目前这机制也无足完善，要求经济部参中油爱检讨发放的办法，主张天然气管线经过所在，拢应该是回归的范围。我们今年会修正办法，就是连同管线，还有它直接在空照下来的范围，会扩及的地方，我们都把它纳入到。 我们这次回馈金的范围，我们会跟中油那边在先讨论，邀集这些管线有经过或是影响范围，怎么去这个把它纳入关电区南62线沿线的4个天然气站，主要是提供给关电工业区，在已经厂商使用，2006年用到单，按算通用到明年。中油回应管线范围有必要去讨论，后续会去邀集地方代表，甲中央单位建议，定出一个较公平的办法。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。